喺香港娛樂圈中，陳百祥一直都以笑匠嘅形象深入民心。由《鹿鼎記》入面嗰個柔滑但又赤誠嘅多隆，到《唐伯虎點秋香》入面令人笑到肚痛嘅祝枝山，佢塑造嘅喜劇角色早就成為幾代觀眾嘅集體回憶。不過呢位76歲嘅老藝人，近排喺直播入面坦誠分享，令人睇到比銀幕形象更加深刻嘅人生智慧。佢對生死嘅通透理解，遠遠超出角色賦予嘅喜劇外殼。1982年 TVB 台慶彩排現場，7枚汽油彈爆炸，徹底改變陳百祥嘅人生軌跡。劇烈嘅爆炸瞬間將佢捲入火海，臉部同身體大面積燒傷。喺40日嘅醫院煎熬之中，佢經歷咗常人難以想象嘅痛楚。當醫生提出要從佢臀部取皮進行移植嘅時候，佢竟然可以用幽默回應，呢種骨入邊嘅樂觀喺生死劫難之中愈發閃耀。呢場劫難喺佢身上留低永久疤痕嘅同時，亦都令佢睇透咗名利嘅虛無。人連甩頭髮、老花眼都控制唔到，點可以掌控生老病死呢？佢喺直播入面輕描淡寫嘅說話，道盡咗半生滄桑之後嘅徹悟。如今嘅陳百祥既冇高堂需要奉養，亦都冇仔女需要牽掛，呢種冇牽冇掛嘅狀態，反而令佢更加從容咁擁抱自然規律。面對有人離世，佢獨創咗個移民論去消解對死亡嘅恐懼。朋友搬去巴西咁遠嘅地方，搭飛機都要30幾個鐘，平時本來就難得相見，同永別喺情感距離上嚟講，其實冇咩分別。呢種充滿詩意嘅比喻，將死亡嘅沉重轉化為釋然嘅接受。佢對安樂死嘅開明態度更加超前，深入研究過瑞士、荷蘭、日本相關法規之後，佢明確表示，如果需要選擇，願意坦然接受呢種將生死主動權握喺自己手入邊嘅方式，唔願意靠維生設備拖延，只求走得體面。呢份從容甚至延伸到身後事。早在10幾年前，佢就已經公開咗自己嘅遺願。靈堂要擺樂隊，用熱鬧歡快嘅音樂為自己送行。作為以主唱身份出道嘅藝人，佢希望可以用音樂嘅方式完成人生謝幕。陳百祥嘅人生智慧唔止體現喺對生死嘅通透之上，更加凝結喺佢同妻子黃杏秀近50年嘅相守之中。1979年，正值事業低谷嘅佢同當時 TVB 當紅女星黃杏秀喺菲律賓低調成婚。婚後唔久，黃杏秀因為腹膜炎失去生育能力，外界流言蜚語四起，但陳百祥用行動證明，真正嘅婚姻從來都唔需要仔女去維繫。佢始終堅定，我愛嘅係黃杏秀呢個人，有冇仔女，我哋兩個喺一齊就係一個完整嘅家。呢份擔當喺歲月之中愈發珍貴。2022年，佢宣布唔再接戲，唔做長檔綜藝，選擇喺直播間同粉絲互動，分享旅行預算技巧、心理學心得。2025年生日宴上，75歲嘅佢當眾錫咗妻子一啖。69歲嘅黃杏秀羞澀得好似少女咁，近半個世紀嘅相濡以沫，令丁克從選擇升華為對婚姻本質嘅深刻詮釋。回望陳百祥嘅事業軌跡，同樣充滿戲劇性。早年同譚詠麟組失敗者樂隊解散之後，佢投身商海，服裝廠資產一度接近2000萬港紙，但因為擴張過快，資金鏈斷裂。面對堆積如山嘅雨褸庫存，佢遠赴中東，將雨褸包裝成沙漠時尚單品，甚至說服當地海盜參與銷售。以賣一件提成$1嘅模式，創造咗雨褸邁入沙漠嘅商業傳奇。呢種敢賭敢拼嘅性格，令佢喺事業起伏之中始終保持韌性。而喺婚姻呢場長賭之中，佢無疑係最大嘅贏家。同黃杏秀靈魂同頻，早就超越咗世俗對婚姻嘅定義。香港社會學者指出，陳百祥同黃杏秀係90年代後丁克觀念興起之前嘅重要注腳。佢哋用近50年嘅光陰證明，婚姻嘅圓滿從來唔係喺仔女嘅維繫，而係喺兩顆心嘅相互珍視。如今嘅陳百祥雖然已經步入古稀之年，但依然保持對生活嘅熱愛，同妻子去挪威追極光，去摩洛哥騎駱駝，
喺直播間分享旅行預算、自學心理學研究認知重構。佢早早寫好嘅遺囑，連器官捐贈、骨灰撒去邊片海域都標注得清清楚楚。呢種對生命嘅尊重同對死亡嘅坦然，係佢歷經滄桑之後最動人嘅生命注腳。從喜劇舞台到人生舞台，陳百祥用70餘載光陰書寫咗一部關於笑對人生嘅教科書。嗰啲經典角色背後嘅笑聲，嗰啲生死劫難之後嘅徹悟，嗰啲同愛人相守嘅溫柔，都喺訴說同一個真理：真正通透嘅人生，唔係避開風雨，而係喺風雨之中依然選擇熱愛生活。呢種熱愛既包含對生命嘅珍惜，亦都包含對死亡嘅坦然，更加包含喺無常之中守住本心嘅智慧。而呢樣嘢，或者就係陳百祥留俾世人最珍貴嘅遺產。今期嘅內容就到呢度，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